死數字持續飆升，疫、戰爭、天災人禍炒埋一碟，大批死鬼湧入地府濟流，死亡人口創新高，但出生率創新低。投胎做人嘅配額大跌，地府強烈勸喻各位死鬼唔該盡快投胎成為其他物種。以下落嚟為大家送上特別節目，迎接你投胎嘅班。歡迎咁多位死鬼嚟到陰間嘅你，好彩嘅話仲會有人記得，可以全年長休，只靠家人供養。但再過多10年8年，你啲親戚都死得七七八八，冇人再燒嘢俾你，咁點算好？投胎訓練班幫到你。做人咁辛苦，點解唔試下做其他物種？由地府推出嘅投胎輔助計劃，有超過870萬個物種任你揀，助你鎖定投胎志願，優先接受訓練。嗱，你睇下佢哋投胎之後幾開心，識得揀，梗係唔揀做人啦。生命冇希望，投胎由我創。由於陰間已經爆晒廠，而家行緊新制度，歡迎各位新同學。無論你係交通意外死、醫學美容死、過勞死，抑或最 typical 嘅病死，我唔理你係點死啦，都要死嚟投胎訓練班參加投胎考試。喺投胎考試入面，貓、狗同埋石頭呢3樣嘢咧，成功率最高，亦都最受歡迎。先生，我睇你個樣咁後生，似乎唔係好夠經驗咁啫噃。樣咧就可能你老啲，做鬼我一定耐過你。阿 Sir， 乜可以揀投胎做石頭嘅咩？乜你唔知？石頭都係有生命㗎。人呢？投胎做人嘅成功率有幾高啊？你睇唔到咩？我投胎做細路，唔係做成人喎。你揾個第二個幫你啦。你唔教我嘅話，我就同陰官舉報你，唔俾我做人。冇話唔俾嘅，你咪試下咯。實現投胎自由嘅第一步，你哋要相信自己，有成為呢個物種嘅資格。學人類話齋 ，fake it till you make it。衰實，石頭唔識講嘢嘅，仲講喎。衰實，唔好講嘢。實現投胎自由嘅第2步，喺投胎考試嘅時候，審判官會問你哋各式各樣嘅問題。如果審判官到時問你點解你有資格投胎考試啊，你應該點答？我上一世係一個好人。你答。因為錯。你答。你呢？好，我再問你哋多一次，
解你哋覺得自己有資格投胎？咩？阿 Sir，咩事？咁我應該點練習啊？你咪要學做人咩？夠膽你咪跟我嚟咯！如果你要投胎做人嘅話，你就將個石頭推上山，再推返落。冇問題。咁要推到幾時啊？推到叫你停為止啊！但係如果你想放棄，同你都知㗎。我唔會放棄㗎。走啦！喂喂，你睇下嗰邊啊！阿 Sir，咁我係咪可以去考試啦？如果你真係咁想投胎嘅話，你將呢嚿石頭都推埋上山，你推到落，咪俾你考試咯。冇問題。個傻仔都咁努力啦，你咪俾佢投胎做人咯。我真係抵唔住頸啦，唔係男人嚟嘅。1、2、3。努力嘅用嘅話，你哋個個都唔使死咯。咩？咩？醫生，嚇鬼咩？我可以去考試未啊？未啊，推多陣石頭先啦。你由頭到尾都係玩我嘅，你都冇諗住要幫我。咁做人就係咁噶咯，你咪要投胎做人咩？做人就要習慣，唔係凡事都有結果嘅。哇！ Sorry 啊，我唔係有心嘅。唔緊要啊。我發現我從來冇見過你笑，有人唔怕講喎，唔使自己一個收收埋埋。其實點解你係要做人呢？可能係命啩，
老豆以前成日話命運呢家嘢同71嘅糯米雞係一樣㗎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整定嘅咯。唉，聽日唔好遲啊！要做咩啊？你咪要投胎咩？投胎？你帶我去投胎啊？投胎考試咯。你帶我去投胎，好嘢！你帶我去投胎。你真係好似我識嘅一個人，邊個啊？關你鬼事咩？準備投胎啦！名陳俊陽，想投胎做乜嘢？我應承咗我朋友要同佢一齊去海邊露營。我係問你想投胎做乜嘢生物？哦，我想做人類。你能唔能夠接受你所愛嘅人會逐一離開，直至到你孤獨一人？我能夠。你能唔能夠接受你所生存嘅世界充滿住不公，但你都冇辦法改變？我能夠。即使呢個世界充滿住痛苦，你都依然愛呢個世界？我會。我哋可以進行下一階段。洋洋，洋洋唔使驚㗎，媽咪喺度陪住你冇事㗎。係啦，你有冇去過海邊睇日出啊？冇啊。我哋病好咗之後，一定要去海邊露營。好啊。媽咪，唔好喊啦，我唔會抌低你自己一個㗎。阿哥，我係唔會放棄㗎。我都想投胎做人。做俾你。想投胎成為乜嘢物種？做人。大聲啲，聽唔到。我想投胎做人。你覺得你自己有咩資格投胎做人？我冇資格。你能唔能夠接受你所愛嘅人會逐一離開，直至到你孤獨一人？我接受唔到。你能唔能夠接受你所生存嘅世界充滿住不公，但你都冇辦法改變？我接受唔到。即使呢個世界充滿住痛苦，你都依然愛呢個世界。我做唔到。
你乜嘢都接受唔到，你投胎做人做乜鬼啊？關你鬼事咩？生日快樂！大個仔啦，又生性，醒定啲啊！多謝。喂，你好，我係 X Creation 人事部打嚟，請問係咪吳先生？係想通知翻你，我係得咗嚟，件事，得唔得啊？星期三12點0 yes， 靚仔。掂晒，快啲去接新娘，唔好要人等啊！多謝。如果你重新投胎都冇辦法得到呢種幸福，你仲會唔會選擇做人？行啦。如果你重新投胎，會忘記晒所有重要嘅人，即使相遇，都唔會再認得對方。你仲會唔會選擇做人？你一路留喺陰間，唔係覺得仲可以重新見到你細佬啊嘛？你明知唔會再見到你細佬，你都唔去投胎，係驚自己會忘記咗佢？你驚忘記嘅係你細佬個樣，定係怕連曾經有人值得你珍惜嘅感覺都會消失？阿哥，我係咪令到你好辛苦？我一啲都唔辛苦啊！阿哥，以前嘅路，你成日都係為咗我行。嚟緊嘅路，我想你好好咁為自己行落去。如果你重新投胎，要重複承受失去嘅痛苦，即使幾努力，都冇辦法阻止愛嘅人離開，你仲會唔會選擇做人？送讚嗎？或來退嗎？榮辱錯失人間，不過是剎那。都讚嗎？如幻鬼過神話。
錯失人間，不過是剎那。多讚嗎？如幻鬼故神話，活於這一秒，怎會在乎他？怎麼我要給了斷？人每日途長積怨，白手可去舉世清算，天客將近燈火指引，沿着暗度去列陣，共街中的每位同創命運。死苦的我，揮霍的你，懷着過去愛意恨，在漆黑中抱擁彼此肉身，破滅有天在超生。